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换新名。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施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的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打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他的新名字他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他，打娃啦，在叫你呢。他才慌不迭的连声说到，想起来简直好笑。所谓立新大街，指的是拉萨老城著名的宗教街和商业街爬锅，汉人称其为八角街。爬锅的意思是中圈，指的是环绕大昭寺的第二条转经道，被认为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必须改名。据西藏日报1966年8月29日报道，昨天拉萨市城关区的800名革命群众在拉萨影剧院举行了破旧立新大会。大会在八角街革命群众的倡议下，决定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八角街藏语意思是转经街改名为立新大街。照片上，在厚实的石块垒砌的高墙和藏式窗户跟前，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新街名的大牌子，与哈达缠绕的毛泽东画像一样醒目。几张全是汉文的大字报令人不禁失措，为何没有一张大字报是用藏文书写的呢？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新词汇，无法在藏文中找到相应的词，所以只能用汉文来书写？可是有着更多新词汇的毛主席语录，不是早已有了藏文版吗？而饶有趣味的是那几个露出小脑袋、小身影的小孩子。右边那个举着小拳头的孩子是在模仿大人呼喊口号吗？左边那个满面怒气的孩子是在模仿大人声讨阶级敌人吗？还有中间盘腿而坐的那个小军帽和站立着的那个短发小姑娘，他们是不是也改了新名字，不再叫朵基、巴桑、尼玛、屈珍，而改叫卫东、胜利、红旗、永红之类？这些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烙印的西藏孩子，如今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而他们的孩子毫无疑问已经是卡通和电子游戏和可口可乐的一代了。注：如今他们应该都是60、70岁的人了。右边小女孩被认出名叫次仁央中，当年留着被称为卡多尿盆的发型，现为拉萨原西隆集团的内退职工。这些人都是八角街居委会的居民。左边戴眼镜的是居委会副主任罗桑，在前面逗俩龙虾医师一家的照片上出现过。站在罗桑身边的几个人是居委会宣传队的演员，左属第3人名叫汪堆，后来在居委会的生产合作社里工作，前几年常在表演西藏传统乐舞的朗玛歌厅里拉比汪，一种西藏传统乐器。同中国各地一样，西藏在文革初期也盛行写大字报，大都是用汉文书写的大字报。写好的大字报不是这里贴就是那里送，
如同一个盛大的礼物。当把大字报送到目的地后，先是大声朗读一遍，再由宣传队敲锣打鼓地表演一番。于是在这幅照片上，一张巨大的大字报由洛桑和他的革命战友展开在我们眼前。巨大的大字报以巨大的方块字和巨大的惊叹号，深化着、强化着破旧立新的伟大意义，充满了一定要改天换地的豪迈劲。我们不知道戴眼镜的裁缝洛桑和他的革命战友是否认识大字报上面的汉字，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内心是如何被那无数个惊叹号所震撼着。注意看大字报下面的署名：三教二团全体革命。如前所述，这表明直到1966年8月间，三教工作团依然存在。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还用颇为煽情的文字描述了给加布日药王山改名的经过。加布日被认为在过去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是为以达赖为首的农奴组服务的医疗机关，是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故而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抬着写有胜利峰的金光闪闪的大牌子，在锣鼓齐鸣声中登上了山。山上山下不住高呼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砸碎旧世界，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等口号。胜利峰啊，从今天起，你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才变得更加伟峨壮丽。照片上的这些举着红旗、抬着毛泽东画像，要把加布日改成胜利峰的红卫兵，他们的脚下正是昔日富有盛誉却毁于解放军炮火中的医药立重寺遗址，也是今天的那沙人在藏历新年和宗教节日时来此举行佛事的地方，有扎拉鲁卜小寺等。而如今那些悬挂经幡、磕头礼拜的信徒当中，有没有昔日扛着胜利峰上山的红卫兵？这些照片拍摄的是往昔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改名的情景。据《西藏日报》1966年8月29日头版报道，28日，雄赳赳的红卫兵和拉萨市5000余名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以及拉萨各文艺团体、机关革命干部，高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牌，簇拥着向旧世界开火的宣战书、倡议书、决心书，抬着新制的写着藏汉文的人民公园、胜利峰等红底金字的大牌子，浩浩荡荡的从四面八方涌向拉萨各主要街道。全市在热烈的欢呼声、口号声、歌声和锣鼓声中顿时沸腾起来。而在左腋下图中，站在第二幅毛泽东画像下面的那位戴眼镜、左臂戴红袖章的青年男子，正是拉萨中学的语文老师，拉萨红卫兵的组建者，拉萨造反派赵总总司令陶长松。正如报道中所描述的，从8月28日早晨起，人民公园原罗布林卡的革命职工就满怀激情地在门口迎接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到来。早在几天前，他们学习革命小将的精神，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决定支持红卫兵的倡议，把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并将一些带有欺骗群众的迷信物拆除砸碎，在大门的红瓦顶上插上5星红旗，以表示向旧世界宣战的决心。这一天，红卫兵抬着巨大的人民公园牌子走来，他们就跑向前去迎接并亲手
接过牌子挂在大门上。这时，全体职工激动地擂起锣鼓，和几千名革命群众的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前来游园的职工群众也加入了改名的行列，大家唱呀跳呀，尽情赞颂人民公园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藏医学这门古老的治疗科学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医疗机构一般办在寺院里，单独运作且由政府主持的很少，如药王山上的医药立众寺又称门巴扎仓。1916年13世达赖喇嘛指令创办一所藏医立算学院，一方面行医诊病，另一方面培养立算人才，这就是门子康，今位于良热路一带，其门诊位于大昭寺西面。1959年之后，新政府将门子康与门巴扎仓其实已在解放军的炮火下不复存在，合并为拉萨藏医院。文革时，藏医学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属于再典型不过的施救，故精心研制的药丸被倒入拉萨河里，代代相传的各种木刻手印的医药典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许多享有盛誉或行走民间的医生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受无端的凌辱。藏医院被认为是盛产封建迷信的地方，甚至包括它的名字。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报道，这个医院在25日收到了自治区师范学校的革命倡议书后，革命职工纷纷响应革命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了一些原有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药名，废除了过去看病选择日期的迷信做法，并讨论决定将拉萨藏医院改为劳动人民医院。28日，全院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热情帮助下，把带着红彩绸的劳动人民医院的牌子隆重地挂在大门前，决心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把我们劳动人民医院办成一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而这正是照片上的情景。1980年9月1日，劳动人民医院更名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但是藏人依然习惯称其为门子康。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